收听5月28号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谦牧师平安。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分享诗篇15到16篇，感恩颂赞的人。感恩颂赞的人是什么让他成为这样的人？还是他原来就是这样的人呢？在今天RPG 祷告的经文诗篇16篇11节说到，你会指示我生命的道路，在你面前我满有喜乐，在你身边我有永远的幸福。感恩颂赞的人因着认识有一位主，这位主要指示他生命的道路，这位主在他的面前也在他的身边，不仅是感受喜乐，感觉幸福，更是因着他生命经历中真实的经验到，这一切所相信的不是停留在脑海当中，而是在他的生活跟生命当中。有一位女儿，她在吃早餐的时候跟她的爸爸一起，她就看着爸爸怎么今天眉头深锁呢，闷闷不乐的样子。她就向爸爸说，爸爸，我看过一则报道哦，报道说态度积极的人呢，办事的效率比较强，身体的健康也比一般人好，你同意吗？爸爸回答，当然正确啊，所以我每天都保持积极的态度。这时候女儿就追问啦，那你今天为什么不告诉你的脸也要保持积极的态度呢？爸爸一听啊，脸上就露出了微笑，并且就跟他的女儿说，亲爱的女儿啊，你提醒了爸爸要言行一致。感恩颂赞的人因着他的行动，他真实的敬拜，他真实的活出他所相信主所教导的，而感受到要感恩，要颂赞，也因着他的感受，他感受到这位主带领他，让他领受从他来的爱，从他来的真理，而开始行动。在今天的诗篇15篇到16篇，一开始我们就看到这位敬拜者，这位诗人，他说到，谁可以进入圣殿，谁可以居住在圣山锡安呢？以我们现在来理解，谁可以来敬拜，谁可以与主同住同行？以当时可能直接理解的是需要有一些身份，譬如说你是个祭司，你当然要在圣殿来敬拜主管这些敬拜的礼仪。你是一位朝圣者，我们都知道犹太人每一年都需要到这个朝圣，他们有这样的节庆，让他们再次来纪念主的带领跟救恩。更广阔的来说，还有一种身份，就是属神的子民，属神的儿女，要进入到圣殿来敬拜。但是诗人在这里讲的不只是这样哦，他不只是讲到身份，更是讲到我们敬拜的，那我们所做的跟我们的敬拜一致吗？在这里说，能够进入到这里，进入到圣殿，可以居住在圣山锡安的人，就是行为正直，凡事顺从上帝，说话真诚，不毁谤人，不做对不起朋友的事，不造谣重伤邻居，而且轻视犯罪作恶的人，尊重敬畏上主的人，不惜因履行诺言吃亏，借钱给人也不索取利息，也不受贿赂来陷害无辜。然后诗人就说到，做这样事情的人永不失败。另外一个翻译说，永不动摇。诗人讲到一位在敬拜中他感恩颂赞的人，因着他所做的，所以他来到主的面前献上敬拜。但是会不会给我们一个错觉，好像只有这样的人才有资格来到主面前敬拜呢？其实我们
信仰者都知道，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，是一个有机的过程。在那个行动的改变当中，我们敬拜主，我们敬拜主之后，也带着我们的敬拜中所学习到的，要分别，要爱，要活出神的心意。所以许多人在敬拜中，生命也被塑造。在这个过程里面，不是哪一个先哪一个后，有些人是因着他先感恩，所以他的生命开始改变；有些人是他的生命改变之后，他开始感恩。不论是哪一种行动开始，哪一种信念开始，只要是来到主的面前，只要是一位真实的敬拜者，他一定会在上帝的带领当中有所调整，有所改变。我们的神，他能够塑造人的生命，并且让我们更像他。所以来到诗篇16篇的时候，诗人他将他所经验到的，所感受到的，化为这一首我们又称为大卫的经诗，可能是大卫所写的，也可能是借大卫之名所写的。总之，这位作者是一位相信而且经验过上主如何带领他，真实的成为那幸福的源头，使他有喜乐的生命。在诗篇16篇就讲到，一位感恩颂赞的人是多么的高贵，是多么的幸福，因为主保护我们，并且使我们可以投靠。所以诗人深深的感恩，他经历到主是我的主，是一切幸福的源头，并且在他自己的生命经验中，他感受到，当我们成为信主的人，其实这是一个高贵，这是一个尊贵的身份，因为这样的身份是被主所看顾保护的。当我们感恩珍惜这样的身份，其实我们的心就有从主来的喜乐。他也看到追随其他神明的招惹了无穷的祸患，他说他绝不参与他们的祭祀，也不祭拜他们的神明，因为他认定，他真实经历，他也感受到主是一切福分的源头。而且这样的过程中，不是只是一直在说我活得很好，我活在一个很棒的环境，一直催眠自己，不是这样的信仰，而是即使在黑夜当中，他仍然因着感恩颂赞我们的主，而领受，而经历到，在那黑暗的时候，在那夜晚的时候，我们这些美好的经验都会提醒我们，持续的成为话语，成为意念，成为行动，来提醒我们，我们是主所保护，我们是主所看顾的人。所以在那黑暗中，在那夜晚当中，我们的心仍然能够安稳自在，我们的心仍然知道我们是被保护的。所以诗人最后就讲了刚刚我们所说到的，我们的生命中有这位指示我们生命道路的主，在你的面前有喜乐，在你的身边有永远的幸福。主的心意是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，是要我们常常在他的身边。当我们这样去行，当我们这样去信的时候，我们将要经验到什么，感受到什么呢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在过去的年日当中使我们认识你，甚至我们在过程中经历你。主，你也邀请我们每一天都来到你的面前，每一个礼拜都来到你的面前，不论是感恩颂赞，读你的话语，或是与你进行一段亲密而真实的
对话，透过我们的祷告，主啊，你真实的就在我们的生命中，你让我们的生命因着有你而有各种改变、变好、变善的可能。主啊，你也带领我们，让我们因着有你，我们能够面对我们生活中的挑战。我们知道我们是被保护，是被保抱，是被看顾的，所以主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。在这个时候，主，谢谢你带领我们透过诗篇15到16篇来看见我们信，然后我们去行，这一切的美好诗人都曾经历过。你也邀请我们行出我们所信的，接着我们也要来见证你的同在，见证你的美好。谢谢你帮助我们，带领我们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很高兴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，愿主赏赐你，让你在他的面前满有喜乐，有永远的幸福。我是世谦牧师，我们明天见。